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今日係分享放心，題目係說話態度要留心。大家有冇試過呢？喺餐廳或者酒樓等咗好耐，催咗好多次，其他人都食飽啦，都準備走，你啲嘢都仲未到，跟住呢，你就叫伙計過嚟，你嘅態度呢，唔使講都知係點，因為對方做得唔好，令我哋大把理由將不滿埋怨嘅情緒發洩出嚟。特別我哋啲男人呢，喺肚餓嘅時候呢，會比較容易燥啲。不過當食物嚟嘅時候呢，你就會好慘，你會好尷尬，因為你要感謝祈禱，你會驚俾人見到乜信耶穌嘅人態度係咁嘅咩？我真係試過好尷尬，知道自己衰咗，走嘅時候呢，低低地同人 say sorry， 講一聲對唔住，為耶穌挽回返一啲面子。弟兄姊妹，喺任何時候、任何場合，無論對象係弟兄姊妹或者係其他人，我哋都要謹記說話態度要留心，唔好失見證，唔好失關係，更加唔好失去應當得救嘅寶貴靈魂。真係唔係誇張，有人因為我哋講話嘅態度影響咗佢唔嚟教會或者小組，係我親耳聽到。就算仲有其他嘅原因造成，我哋都要額外留心我哋說話嘅態度，唔好俾魔鬼留地步。保羅教我哋要隨時講造就人嘅好話。我相信除咗說話嘅內容要好，說話嘅態度都好重要。有時候呢，我哋講嘅內容同態度都唔夠理想，尤其是我哋對好親嘅屋企人、父母啦、兄弟啦、仔女啦、夫妻啦，或者好熟嘅朋友，我哋都會掉以輕心，以為咁樣講佢唔介意嘅，我咁樣講佢唔會嬲嘅，我都會犯呢啲毛病。喺今年嘅情人節，有幾對夫婦一齊食飯傾偈，其中一個姊妹對住老公講：佢啊，結婚咁多年都冇買過花俾我。講完之後，佢先生成晚都唔出聲咁滯，更加見唔到佢嘅笑容。後來了解下，先知道佢好介意，當堂覺得自己好冇面，仲嬲咗好幾日。太太冇心嘅一句，佢啊點點點，就搞成咁樣樣。我哋唔好習慣以為人哋唔介意，人哋唔會嬲，積積埋埋，就算聖人都會介意。喺哥羅西書4章6節咁樣講：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，好像用鹽調和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。呢一節經文嘅前一節呢，保羅叫我哋要愛惜光陰，用智慧同愛人交往，意思係呢，要好好把握時機，用智慧嘅言語將人吸引到耶穌面前。其實弟兄姊妹呢都要被吸引進入同神同人更深嘅關係當中。點樣先至能夠吸引呢？就由我哋嘅說話態度、語氣經過再培訓，意思係不斷嘅學習。保羅講：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，和和氣氣，大家一啲都唔陌生。中國人成日掛住和氣生財，農曆新年又好重視一團和氣，融洽嘅氣氛。而和氣嘅聖經原文呢，就同耶穌口裡面嘅恩言呢係同一個意思，就係有恩典嘅言語。有恩典嘅言語係帶住溫和啦、包容啦、尊重啦、有素養啦、有風度啦，唔會挑剔，唔會刻薄，叫人聽咗好舒服，唔會有絲毫嘅反感。哇，咁正，我都想聽。聖經形容呢就好似鹽調和，好似落鹽落得啱啱好嘅靚湯，健脾開胃，
你飲咗一碗，仲想再飲。如果說話嘅態度充滿恩典嘅話，人人都會好鍾意聽，而且越聽越想聽，好似心靈雞湯一樣咁有益。弟兄姊妹，喺心動一個月嘅裏面，讓我哋好好去飲聖經嘅心靈雞湯，更加一齊學習去煲俾人飲。飲過嘅人都好被神嘅恩典去到吸引，會嚟問你點樣煲啊，用咩材料啊，甚至好多其他嘅嘢、其他嘅事都會嚟拯救你。只要我哋繼續 keep 住呢，對神心動、對人心動，你就會好似保羅所講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。意思係講，無論你講嘅、你回答嘅，都係對人有益，都能夠祝福到人。但願我哋嘅説話同態度，常常帶住主嘅恩典、慈愛，令到更多人放心同我哋交往。我哋今日分享到呢度，願主祝福大家。